其實今晚我係本應真正嘅演唱會，我係冇任何嘉賓嘅，因為我覺得都係啦。咁但係嚟到呢件事，我覺得今晚喺呢個舞台上面，我自己好想有一份更加大嘅力量俾到自己，因為確實呢幾日走過嚟，確實係好唔容易。咁喺前幾日，我就同呢個人講，我話你可唔可以做我嘅嘉賓啊？我記得有一年喺紅館開下演唱會冇晒電嘅時候，我都係叫救命，我第一個都係諗到你，所以今次我同樣我都好想有呢一份嘅力量去幫我去度過今晚第五幕。現時誰見證還無的手，望我踏上天空，不懂退後。跟我漸行漸遠，懸崖上我始終都期望，誰伴我去走一步一生，每一位一個留神，不再熱吻，還有沒有人令我驚險又興奮？願我能提示我這一生的別走。走，望我的手，但笑着吃苦的氣力，我有一定要幸福。多謝你。前幾日臨時臨急你可唔可以陪我企喺呢個台？因為今晚第二晚好唔想自己錄音，咁於是我就通知唱片公司，我可唔可以臨時加個嘉賓？咁因為原來係好多嘢要買保險嗰啲咁嘅嘢，咁都整得切咯，幫你買咗保險。好我諗唔使講，總之係啦。我記得嗰次喺紅館冇晒電黑晒嘅時候，咁我覺得今次又係咁樣嘅時候。好，不如唔好講多，我哋再唱一隻歌俾觀眾聽。誰預算情愛這樣難捉摸，長夜裏點星座，猶如你將的火，亦讓我閃出光彩，照亮生活。再次回憶當初，是我愛你太多，情深有否？這麼想知你，為何始終不太清楚？情深有否？這麼想知你，其實心裏有沒有我？幾件 C.V. 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翻車嘅環節。尋晚呢，就用最原始嘅要人力推嘅，今日好啲啦，今日可以有電插咗上電就唔使人嘅黃包車。咁近距離接觸我，開唔開心啊？
開心啊！俾啲聲嚟聽下先啦。好，我哋出發了，開車。